老总破西就是老总破西，老翁老功夫原在，踮你厝门口口尔，就闻到你厝内菜的香味啊，嘴软强要流出来啊啦！我食饭啊啦。你拄啊闻到的香味哦，就是这个老师傅的师仔的手路啦。啊，富师，你今仔日找我来这是什么意思？无啦，迄是阿霞讲要感谢你甲幼稚啊斗相共啦。免啦，免感谢啦。前下我有听你的苦劝，心肝放较开的，搁去插面厝的代志啦。结果咧，人根本就无稀罕嘛。既然无稀罕，大家准拄煞，无需要安尼多谢来多谢去，加费气啊。太全，但英俊的性格你嘛知影，你嘛会当了解，伊甲你同款，拢是为了幼稚的将来。好啦，英俊啊，这个做老爸，甲我这个做阿舅的，拢有伫退囡仔将来打算啦。啊，你做老母的，你有伫退囡仔想无？幼稚希望你会当开餐厅，做一个名声烫四海的总铺师。刷落去，伊准备要发展着餐厅的事业，结果你又失望啊！伊无法度再来离开故乡，出去靠食头路啊！啊，你有退囡仔打算无？是哦，你甲我讲这。我害你失去一个囡仔，啊，甲当看你翁仔某也无啥物消息啦。安尼我哪有啥物心情开店啊？会生袂生，阮兜的代志啦，无需要甲开店的代志吼，牵拖阮遮来啦。这个责任吼，我无要负啦。讲实在啦，你开店都袂输，敢若我5万生一个囡仔同款啦。你希望我有好消息，我嘛希望你有好消息啦。太全，伫你甲阿富师面头前，我甲你保证，无论什么困难，我一定将店开起来。安尼好安尼好，我今仔日叫你两个来帮店，就是安尼尔啦。等菜底要冷去啊，等就来面点上2杯啊。来来来，来。哎呦呀，哎呦，哪只疼哎呦呀，卡上是安怎哦？还有卡上红滚筋的生物，我会掠掠看较快活袂啦。哎呀，我来甲抓啦。是安怎啦？是安怎啦？哎呦你这阵办颔棍啊，要甲我念无长寿啦！卡上，我还袂出来啦。哎呦，也袂出来都遐尼疼，若搁出来，我这颔棍也唔落你念起来饲阿母。袂啦，卡上，会扎力啦，要哪去甲你家钓？无安尼啦，你即摆倒咧困啦吼，明仔早起我才带你来卫生看，好无？来，我毋得搁听咧规暗咧安尼嘛无法度，甲你掠你咧嗨，无你来，来。阿妈滚筋伫咧酸痛。你就是安尼，互伊食上好个啦。迄油啊，去脱掉咧啦。你叫英俊啊，甲带去互医生啊，油甲放放咧，安尼就好啊。伊落咧熬念啊，你搁讲安尼，是好听着吼，遐也使得。阿妈滚筋毋着愈疼。恁兜迄个老的啊，你也毋通互伊食上好啦，爱互伊试一个咸正咧。要若无伊当做啊，厝也看袂到的所在，伊上大个。阮卡山性地吼，要改是真困难啦。你咧骗笑的！我较早毋是时常拢在甲人顶单田啊，开喙敢捌好话。你甲看，我即马敢捌甲人冤家。毋止毋捌甲人冤家，搁会劝人好好咧。阿富师啊，这太全，若毋是因为你甲好喙，我看吼，
毋知要等到什么时阵，伊才肯甲我讲话。这是恁老爸道志上的积德啦。人伊太全啊吼，时常都会记哩恁老爸对伊的温情啦。啊，人伊嘛知影讲恁老爸啊，最希望你安尼赶紧去开一间餐厅。啊，你间餐厅佫为着太全啊，你安尼甲收起来，人太全啊嘛感觉讲对恁老爸真袂得过，所以一直甲你鼓励你佫再走去开餐厅。这就是恁兄妹啊感情以外咧，就是要报答恁老爸温情，这是真正的原因啦。其实我嘛不管是拢会记阮阿爸的心愿，迄间店啊安尼关起来吼，我的心肝比谁都搁较艰苦。所以讲啊，你都爱东山再起，完成恁老爸道志上的希望。啊，我迄间店面哦，不管是就甲你留咧，看你当时要开店，随时你就听我去用。是安怎？你无爱开店嘛？哟？毋是啦，也是嫌我迄间店面上下，嘛毋是。也无是安怎啦。阿富师，我是伫咧想讲，即边我若是要搁开店，我是想要靠我家己开一间哦，完全是我阿下的店，通来完成一个完完全全属于阮阿爸的希望。安尼吼，我甲你赞成兼学老啦。拄则我就是有看到一间店面，我感觉真介意，毋知紧走来甲你讲一下。我等下吼再转来甲英俊参详一下，伊若是无意见吼，我再紧传的听阮来开店嘛。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，那时到吼，你若欠走道的，我再来互你请啦。嘿，英俊，我找一间店面呢。卡啥？阿母，阿嬷两骨生骨刺呢？生骨刺？凊彩啦，你要倒位蔬菜，你去拍拍走啦，你嘛免管我的生啊死。卡萨，阿霞最近较无闲咧。啊，我见逐摆若讲到阿霞，啊，你就敢要拿喳喳啦？啊，敢讲我讲的个唔对啊是？是安那？哈？卡啥？不然。哦，我来去啊，我去啊。好，我来去啊。紧点啦！医生是安怎讲啦？医生哦，就讲哦，暂时使用药仔来止疼，煞落去爱做长期复健。啊是要安怎做复健？医生就讲来甲迄卡上迄红棍吼，迄扎两棍哦，疗放互啉。哈，两骨甲放互啉。嘿啊，伊讲吼，迄两骨甲两骨中吼生一块骨刺，若无疗放互啉吼，迄个骨刺过去靠着迄两骨的，到时阵卡上会疼，所以讲爱疗啉，爱卡上吼人才会开眼。哎呦，安尼伫咧放的时阵，毋真疼。就是讲，毋则讲吼，爱有人家顾，爱有人家咱斗相共啦。医生讲吼，这卡上这个骨刺吼，有了底淡薄仔底着神经呢，嘿。我安尼可能平常时吼会比较较爱困，所以讲也是爱吼，要放互啉，减轻伊的痛苦，刷落去来做长期复健。若安尼，店就开袂成啊。免那会啦。咱若是开店，逐工店门关落来，钱佫算好好，迄阵就真暗啊，卡上就爱困啊，哪有时间佫家到去红棍啊？那这点你放心啦，我会让芳哦，转来照顾卡上的，也无嘛，佫有友啊，会加减人替手啊，对无？你按下店的店的换总铺啦，吼。是讲哦，卡上迄骨刺若是疼起来，一定会真艰苦。你放心啦，看是要顾卡上，还是讲叫我款东款西扫涂骹洗衫，这我会烦恼啦，吼。英俊，讲起来哦，我是足见笑的啦。自从我带你入门了吼，也无替你做半项啥物像人的工课啊，对吧？
人讲较早人来讲啊，少年袂晓想，啊食来煞来唔正样。啊，当我即马食到这个岁数来啊，讲要甲你加添迄经营财宝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为我做为教的，就讲早日你来完成你的愿望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唔通为着卡上吼，啊，才三心两意，啊，讲有哪9意唔敢做呢？好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啊，免啦，我咧外口食就好啊。幼爱啊，啊，我对你讲，我咧外口食就好啊。毋是啦，幼爱啊，我是想讲中昼要甲你阿爸去看一间店面，啊中昼你再转下顾阿嬷一下，好无？袂用一啦，我店的头家也无伫个，啊，佫有人要送回来，我行袂开脚啦，人无爱啦。好啦好啦，你紧去啦，我家再想办法啦。安尼我要来去啊。你来哦，家丁，你来啊！来食饭。艾米，阮去食饭，啊，定你小顾一下，哈。行。你身躯是啥物味哈？哪有啦？佮讲无，规身躯拢是猪仔血，你出门是无换衫歇啦？啊，拄啊饲猪饲啊，拄啊惊袂赴甲食饭，怎来啊？你安尼哦，啥人敢你出去食饭啊？规个餐厅人哦，无你迄件走了才怪。我等来叫我。唔免啦，等你等来哦，我休困时间就无去啊啦。无你是要安怎啦？佮问我要安怎？是伊家己讲要请我去食西餐的呢，即摆佮问我要安怎？好啦，互你欠啦。等我后摆哦，若是搁休困哦，才搁互你补请。好。啊，毋过你后摆袂当搁安尼，规身躯臭光光来哦。是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帮我去迄市啊买一碗面，好无？要食面哦，倒进来食。无爱啦，市啊拢安尼油辣的，你要叫我穿安尼去买臭光光回来哦？你帮我去买啦，吼。好啦。我咧爱困到要死，你敢若唔互我困啦？卡啥？你愈困会愈爱困，安尼对身体无好啦。遮济我甲你抓抓咧啦，我较轻松，好无？较爽，来，坐喺遮晒到日头的吼，啊，骹手伫遐叮当着，对你的身体吼有好无歹害啦，吼。来，食哦。哎呦，你唔着较细致咧。无啦，较爽，你放互灵，莫激力啦，吼。哎，都咧疼，什么咧激力咯？阿母。幼稚，啊你哪会走转来？我会再打电话友爱啦，啊友爱甲我讲阿嬷娘夫听到哀哀叫，我毋知紧甲回点点的，我就随一个游览车转来。哎呦，甘心哦！啊，那安尼我听这个孙听了就有价值啦。喂，哦，我起因啦吼。幼稚啊，啊你毋是足无闲的，哪会走转来啊？休半工也无啥物要紧啦，我想讲吼，转来看者我较放心啦。对啦，
做人的事势安尼就对啊啦，无亲像有的安尼放外我，无要无紧。来，落力哈。没啊。咦？我有只啊，这敢是你寄的？嘿啦。阿母，我听讲你要开店，寄一寡钱要转甲你烧天啦。我若知讲今日我会转来，我就甲你摕转来，省得搁了遐挂号钱。幼稚啊，阿母哪有甲你讲要开店啦？啊，你就讲这钱是要寄互恁阿嬷顾身体啊。安尼啦，英俊，无你迄钱吼先收起来啦。卡莎，迄钱吼我叫英俊先收起来，啊明仔载起吼我会照起工订报互你食啦，吼。我都无咧迄后贵过，钱哦是身体好好才有路用啦。啊，若亲像我即马心苦白疼，钱哪有啥物路用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爸爸，安尼会使就无？你搁倒位会酸？较倒边一边。这边啊，好。安尼咧，好，有爱，啊，我去洗洗收收的。好。有钱遐钱呢？要创啥？还有钱啊。钱。阿母，我要台北啊。有去甲阿嬷讲者无？去啦，去遐讲者。阿嬷，我要台北啊。啊，你遮紧就要走？嘿啊，我刚请假半工尔，明日透早都要上班啊。啊，你是家一个人要去坐眠车哦？嗯。幼稚啊，即摆天气较冷吼，你着穿较少年的。我知啦。幼稚，有时间着较常转来看阿嬷呢。阿嬷即摆真可怜呢。阿嬷，会啦，我有闲就会转来啦。母，我要走啊。幼稚，这钱早。免啦，这是我专门叫他要来收天的。无啦，幼稚，阿母要用钱，家己会按算啦。你厝大步步爱用钱，阿母顾伊都顾伊袂着啊，哪通阁用伊寄转来钱啊？家身体顾好较要紧吼。我知啦。知，啊知一束衫呢穿几落年，你去市内街拢袂晓买衫哦。幼稚啊，你莫小装咧，啊无敢讲要做罗汉脚的哦。阿母，这旧衫哦，加较好穿啊。啊是喏，旧衫较好穿，啊旧人较少情啊。是讲迄查某囡仔吼，目睭若是爬有金，应该会经历幼稚这种查某囡仔做翁啊。幼稚，啊敢有熟悉查某囡仔？无啦。无，啊无就较斟酌咧。你有看讲有较乖、较单纯、啊会顾家的查某囡仔哦，甲罔交看卖咧。头路是爱拼啦，啊毋过婚姻嘛毋通放外哦。
好啦好啦，阿嬷敢有甲你讲啥？阿嬷讲叫我较接转来看伊咧。阿嬷伊听甲安尼吼，实在有够可怜的。是讲你若是无闲，嘛免安尼走起走落，来来去去，你嘛真忝啊。你这个查某对囡仔讲这种话，你是要互我这个孙倒转来看我这个阿嬷是？